嘿，走。滚刀！去杜老，啊，杜老去米透了，去找滚刀了呀，杜老。可怕就求了过来去呢。我都难了，我这股下个一愣子呢，我还给你解决了。来到店里吼。我报告还两个事啊。懂。这么动了，我有准备个多个事。哎呀！长不了，长个好啊！我三个跟我到处对门不弄，我一摸哦，人手也老个的路到过贼。去年我叫生讲出来了呢。今年我就想定的用力搞了个是啥种谁？要股下搞了要搞下股了。杀！哎呀！哟！哎呀，我去！你杀哦！你杀了啊！